心仔，雪櫃裏面所有嘅零食你都可以隨便拎嚟食，只係台上面嗰個富士蘋果係姑姐帶返嚟嘅手信，要留返俾老豆，千祈唔可以掂啊！我真係好想食啊！小朋友，係咪越叫你唔好掂，你就會越想去食呢個蘋果呢？從前喺世界最美麗嘅伊甸園裏邊，人類嘅祖先亞當同夏娃就面臨一場挑戰。更刺激嘅係，當時仲出現咗一個超級狡猾嘅角色。今日就讓我哋一齊穿越時空，睇下呢場改變人類歷史嘅挑戰係點樣發生，結果又會點呢？亞當同夏娃喺伊甸園生活無憂無慮。喺園子入邊有兩棵特別嘅樹，一棵係生命樹，另一棵係分別善惡樹。上帝唯一嘅命令係所有果子可以任食，但分別善惡樹嘅果子唔可以食，一食就會死。我為大家直擊報道，呢條蛇好狡猾，嚟到夏娃面前欺騙佢話，佢真係話食咗真係會死，唔會，你哋唔會死嘅。上帝係知你哋食咗之後就會好似上帝一樣咁。夏娃見到個果又靚又好食，仲可以令人變聰明，就摘咗落嚟食，仲分咗俾亞當。食完之後，佢哋發現自己冇衫着，覺得好醜，就快手用樹葉遮住。過咗陣，上帝揾佢哋因為驚，所以將自己收埋。當上帝揾到佢哋，就問佢哋到底發生過什麼事。亞當就將責任推俾夏娃，而夏娃就將責任推俾條蛇。遺憾嘅係，亞當同夏娃喺面對誘惑嘅時候，忘記咗上帝嘅說話，所以必須承擔犯錯嘅代價。聖經話俾我哋知，蛇嘅代價係被詛咒用肚子爬行，終身吃塵土。夏娃嘅代價係增加懷孕同生產嘅痛苦。亞當嘅代價係必須勞苦工作先能夠生活。雖然人類犯咗錯，要面臨懲罰，但上帝依然愛佢哋，仲親手用動物皮為佢哋做咗件衫，遮蔽咗佢哋嘅羞恥。呢個行動代表住上帝嘅恩典同顧念依然喺佢哋嘅生活中存在。雖然佢哋被逐出伊甸園，但上帝依然看顧住佢哋。小朋友，亞當同夏娃犯罪嘅時候，心理係懷疑上帝，想自己做主，拉別人一齊犯罪。我哋每個人係咪都經歷過呢？試諗下，如果你做咗一件壞事，而且絕對唔會俾人發現，你係咪就可以任意妄為呢？到底又有邊個睇住我哋？答案係上帝可以啊！上帝察看一切，我哋所做嘅事喺佢面前都冇辦法隱藏。如果冇上帝，冇善惡標準，人就唔需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，世界就會變得亂糟糟。上帝賜俾我哋自由，讓我哋選擇，而我哋必須要為自己嘅選擇承擔後果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1至22節，但要凡事察驗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。伊甸園嘅故事提醒我哋要將生活從自我中心改為向上帝中心，唔好淨係顧住自己嘅小聰明，而係要學習等候上帝嘅旨意。始祖嘅犯罪帶嚟咗唔可以逆轉嘅後果，最典型係生仔痛咗，返工又辛苦咗。好在上帝嘅愛超級無敵大，
上帝公義嘅審判為佢哋帶嚟懲罰。另一邊，上帝又為佢哋做咗件動物皮嘅衫，用嚟遮蔽佢哋嘅羞恥。依家我哋一齊祈禱啦。親愛嘅天父爸爸，求你每日都提住我哋要聽話同記得你嘅教導，唔好做衰嘢，遠離引誘。等我哋喺生活當中個個都努力做個乖孩子，做好事，活出天父嘅樣式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既然我哋知道罪嘅誘惑有幾可怕，咁我哋就知點樣做啦。心仔一放學返嚟就掛住打機，仲唔去做功課？我好想打機啊！但係我一定要做好功課，求主耶穌幫我拎開打機誘惑，俾我專心完成所有功課。好，主耶穌俾我力量，而家我就放低部機，專心去做外功課先。